準備好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掂，49，好。有請倉田保昭。我身邊咧已經有候選最佳女主角嘅歐嘉文喺度啦。你好，你好，歡迎晒 Patrick 啊！多謝。今晚參與呢一個頒獎禮，個心情點啊？咁梗係緊張，但係亦都好開心，因為我又同我成班團隊喺埋一齊啊。嗯，係啊。嗱，參加頒獎禮最後候選人咧，會唔會喺衣着方面都特別要花多啲心思？少少花心思啦，本來揀咗一件衫嘅，但係琴晚開始凍啊嘛，咁冇辦法啦，要變陣啦，係要變陣啊！不過可能就係最好玩就係咧，可能突然間有時變一變會有啲衝擊㗎嘛，係咪？係。好，希望你今晚都有愉快晚上啦。多謝晒。Thank you，多謝晒。嚇拍㗎啦，死啦！今次試過覺得自己幾唔錯，導演話唔啱喎。我最中意睇黑社會片㗎喎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做黑社會女大佬啊，最好啦。